衛福部調查11種癌症5年的存活率，其中零癌5年的存活率有到90%，治療效果上好。也腰笑癌這存活率上介低，無加10%。醫師嘛表示講，這是因為腰笑癌這初期的症狀攏較無明顯，等到發現的時，大多數攏已經是末期啊。癌症已經連續44年時，咱國民眾10大死因第一回，為着增加癌症病人存活率，精準治療真重要。衛福部健保署今年頭一擺建立國內病院癌症治療歷程大數據資料庫，佮公布11種癌症歷程調查報告，結果顯示，年癌5年存活率達到90%，治療效果上好，其次是粒部腺癌8%。子宮頭癌7%，有癌王之稱的腰笑癌5年存活率上低，表現上好的病因也無到1成。胰臟又長得很快，它也不限於說只有遠端轉移，它到最後會出現非常多的癌症的惡性體質。那它是消化道的器官，也會讓病人的整個消化吸收都受到直接的影響。透過病人的癌症歷程照護，我們可以從篩檢、診斷、治療到追蹤病人的相關的數據，將高風險的病人找回醫院。大滴數時，比較各病院癌症治療成果，肺癌5年存活率上懸的是64.3%，加上低22.5%，兩方面差41.8個百分點，關鍵落差上大。醫界認為，癌症級別是影響存活率的關鍵，尤其偏鄉地區民眾對癌症體檢定期較少，確診的是往往已經是末期，而且多數選擇第一地區病院治療，造成5年存活率偏低。經濟比較弱勢的啦，或者是說體能比較差的第4期病人才會留在當地的醫院啦，所以它存活率就低了。為了落實早期體檢、早期治療，健保署會透過健保快藥通 App 的健康小鋪，提取體檢結果異常的個案回診，佮提供管束管理功能，會當查詢癌症體檢結果，方便關心家庭健康。健保署強調，今年9月也會擴大給付鑑別甲適應症，也會繼續監測癌症治療品質甲醫療決策效率。記者綜合報道。